讲一嘴思念的茶，配一片故乡的话，用上亲的母语激出生活的甜。欢迎收听《故乡生活台语诗》。奇怪的台湾人，忝啊，毋去休困，用电脑补人脑，毋知是猪较精，抑是人较巧。暗啊，毋去休困，啉鸡精补精气神。毋知是鸡目较清，抑是人目较明。是啊，驶落雨马，找万牛，千脚嘛约袂着。咱今仔日故乡生活台语诗第74集，欣赏的是家己的韩婉老师所带来奇怪的台湾人。这首诗相当有意思，所以咱邀请韩婉老师来跟咱分享创作的背景甲含义，也佮有这内底台语文的用字。这首诗是咧写即马台湾社会真普遍的现象比如讲大家拢讲做无用，做无用工课足济，确实有影大家若安尼工课一直做做甲足疲劳，足忝头，佫毋去休困，就安怎呢？来食东食西来补啦。像人讲食脑补脑，食心补心，所以我遮甲伊讲用猪脑咧补人脑啦猪敢有影，伊的脑比人脑更较巧。照我所知，猪是食饱困，困饱食，较好命啦。若要讲巧应该是人较巧所以讲这是一个真普遍，嘛会当讲真奇怪的现象。工课做到足暗，抑搁伫遐惊，抑搁毋免困即摆就安怎呢？有诶人就讲来啉比如讲迄个保力达啦、威士忌啦，还是啉鸡精啦讲要来补精气神工课佫继续做落去咱补这鸡精目睭嘛其实足疲劳鸡精敢真正讲对咱目睭，还是讲对咱这个忝头敢有帮助呢？咱讲鸡若鸡目其实若到阴暗时天都拢看较无若鸡对这个阴暗时伊目睭就看较无，所以就是讲爱困就去困毋免阁啉鸡精啦做甲呢人感觉真喜也毋去休困，驶落雨马要去捉万牛这个落雨马呢是啥物意思？咱较早囡仔咧坐迄种茶做的马人讲木马囡仔咧坐咧佚佗迄种茶做的马，就是叫做落雨马。会使落雨马要去找蛮牛这个蛮牛这个蛮牛嘛是咧补咱的精气神的一种饮料互咱提神的饮料这个落雨马要去约这个蛮牛，要去找蛮牛先约嘛约袂着，落雨马是茶做的马呢免走会去啦无论安怎讲拢是无法度啦约袂着所以讲千叫嘛约袂着。
我写即首诗吼，最主要就是咧讲，劝人做代志毋通做甲伤忝啦。若真正忝就好好休困，莫阁硬经落去。工课永远都做袂了，该休困就休困，毋通阁硬动，对咱的身体是足无好诶，会甲身体拍歹去。咱讲即个忝即个忝，就是足疲劳、足忝头。即个忝要怎写呢？咱讲天，是讲忝即个忝，咱有3点水嘛，甲3点水摕掉，就是忝头的忝咱即个落裤马，囡仔咧坐的即个茶座马木马，落裤马即3字要怎写呢？即个落是石头边，石字边落落的落劳碌的碌。空呢，空要怎写？嘛是石字边，搁一个告告诉的告，十字边再一个告诉的告，就是空马当然就是骑马的马落裤马。囡仔坐咧佚佗即种茶座马，叫做落裤马。韩焕老师这首诗内底有写到一寡真特别的名词，包括落裤马，也阁有鸡仔目。所以去，咱邀请家己的文史专家黄德英老师来为咱做一个讲解。落裤马其实伊的讲法是四界拢走袂停，迄种意思叫做落裤马啦。四界拢四界走的人迄人一只落裤马咧啦。人以落裤马要来解说是安尼啦。所以我对这个诗句我的感觉是落裤马可能是咧讲以咱人这身躯都已经拢全身拢害去咯，家己的意志驱使咱家己就是驱使咱家己，还阁严苦去咧车拼为事业为工课继续咧车拼安尼。再感觉身体足无力的时阵，再去喝迄个补品，真像就是蛮牛种迄个补品啦所以落裤马嘛是囡仔的玩具嘛，讲落裤马嘛外面就是走因为马较早咧走着涂骹嘟嘟嘟嘟嘟，就我嘛是感觉讲，亲像安尼走所产生的声音。鸡目就是亲像我着小可鸡仔目，咱台湾人咧讲做鸡仔目，毋是讲鸡目啦。我会记真咧记咧，要考车，做侪人讲你若毋知车要考牌的时阵就是爱身体检查嘛。身体检查就一定爱先看目睭，看你安怎。伊内底毋知先线条咧走是安怎我看袂清楚。我无当比通讲咧安怎，无当比，无当讲话，所以伊迄个用的人伊讲，你拢无讲你安尼叫做夜视不良、夜视不良。夜视不良就是咱台湾人讲的叫做鸡仔目啦。所以咱若看照鸡伊袂讲迄个作暗的也伫遐咧活动嘛。所以整天外口的鸡仔遐伊拢咧困啊嘛。所以鸡仔目就是暗时伊看无嘛。过去细汉读者讲话讲欠维他命 B 什么米锌所以咱就是鸡仔目本来就是较看无看到。所以讲伊只是伊毋知讲是鸡目较清，也是人目较明。清交明其实意思是要同款的讲法啦。鱼驶落裤马，找万牛，千脚嘛脚袂着。咱今仔日的故乡生活台语诗是由文化部影视以及流行音乐产业局补助，韩焕老师写诗，黄德英老师讲解自然文史，专门去电台制作，教师主持。非常感谢你的收听，咱下一次再继续空中再会。